對神徒嚟講都未係最特別嗰首，但係咧呢一首歌係我收到嘅 feedback 咧係絕大多數嘅神徒都未聽過 live 嘅。而呢首歌咧係一首浪漫嘅歌嚟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我而家呢一刻啦，甚至今晚全晚啦，我都好似同緊你哋有一種
約會嘅感覺。送俾大家，特別有意思。無心有遇到。